特首靚套，日日健康。咁啊，最近呢段時間，我哋廣東嘅天氣咧，總體嚟講就係持續上升啦。雖然間唔中咧會有啲強對流天氣或者係大風大雨之類嘅，令人咧喺悶熱當中咧仲感覺好焗啊，可以話翳住嘅。咁3、4月份咧，南方嘅氣温咧上升之餘咧，空氣咧就濕熱難受啦。咁人體咧就容易受到影響，嗰個血嘅黏稠流速變慢啦，咁仲容易咧就使到咧嗰個腎臟難受，咁就導致到咧嗰個尿酸代謝不暢啦。其實呢啲情況啦，好可能咧都會誘發呢個痛風嘅復發嘅喎。咁講真啦，其實我哋廣東咧係一個痛風嘅呢個高發地區，無論係呢個暴飲暴食啦，成日食煙飲酒啦，或者係損傷，甚至係食某啲藥物咧，都有可能會誘發痛風嘅噃。係啊，咁今日咧就根據咗我哋中醫嘅辨證施治推薦一款咧土茯苓燉水魚。今日為大家準備嘅就係土茯苓燉水魚湯啦。針對近期呢個濕熱嘅天氣啦，要調理身體、預防痛風嘅話咧，首先要做嘅其實就係去濕啦。咁春天去濕唔使多講啦，首先就用呢個土茯苓去濕解毒最使得㗎啦。兼且佢咧有呢個健脾和胃啦、寧心安神嘅功效。春天多飲呢個土茯苓湯咧，瞓覺都瞓得冧啲㗎。而今日呢個藥膳湯水裏邊咧，仲用到咗中藥嘅茯苓。茯苓咧自古被譽為中藥百珍之一，同樣咧有咗利水滲濕嘅功效。咁中醫話佢咧性平和而味甘淡係入腎經嘅。咁痛風嘅病人咧，經常會感覺到咧無精打采，呢個咧就係傷咗腎嘅原因啦。經常用佢就會有一個養腎咁樣嘅功效。咁講起補腎嘅話咧，點少得呢個咧滋陰補腎健骨嘅水魚咧？係咪？水魚咧除咗幫大家補腎之外咧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效，就係幫大家咧降血脂啦、靜血啦，同埋降血膽固醇嘅。痛風病人咧好就忌呢一點，所以做水魚人人都唔制啊，但食水魚咧男女老少都啱使。咁今日呢個湯咧就有一個滋陰補虛清熱利濕咁樣嘅作用，佢係陰虛濕熱未清型嘅痛風輔助治療嘅湯飲，最好咧就係隔日飲一次啦。快啲嚟記湯譜咯！需要鮮土茯苓50克、茯苓20克、薏米50克、水魚1隻，仲有生薑3片。經常自己煲開水魚湯嘅街坊就知道啦，市場湯好嘅水魚再攞翻屋企煲咧，無論你點處理硬係就會有陣腥味嘅。咁所以若然你對味道有少少追求，好似少少咁嘅話，建議大家啦就最好原隻水魚買翻屋企自己湯。教大家2個小竅門啊！咁第一就係要咧放喺個大鑊嗰度慢火去煲嗰隻水魚，咁樣隻水魚咧好快就喺鑊裏面自己就放尿而亡㗎啦。跟住大家咧再去湯佢，湯完之後咧將個水魚嘅膽汁咧塗落啲水魚肉嗰度，咁樣塗完再去煲湯嘅話咧，咁就唔會有腥味㗎啦。另外呢個湯咧，你將水魚換成龜都冇問題嘅噃。區別咧就係龜嘅價格咧貴少少啦，但就勝在喺呢個清明前後嘅梅雨天啦人嘅皮膚啦好容易濕啦，好容易有起紅斑，好痕癢啦咁。龜湯嘅話咧就一清一補，起到好好嘅解毒作用，兼且咧大家若然係平時好多啲青春痘嘅話，飲龜湯啦，亦都係有好好嘅緩解作用，大家不妨試試啦。土茯苓同茯苓仲有薏米，先洗乾淨之後浸泡一下，而水魚咧就去除內臟，剁頭去爪，斬大件備用。然後所有食材一齊落燉盅，燉3個鐘左右就可以飲靚湯㗎啦。而今晚嘅有獎問答問題就係以下邊種材料被視為中藥百珍之一呢？